士站，有個1號 A 停咗喺前面。嗰架巴士上層最後一行坐咗對幾靚嘅男女，不停咁錫嚟錫去。喺我面前，兩個眯埋眼，由嘴錫到落條頸，停咗幾秒又不停咁錫。佢哋前邊冇其他人，我個巴士前排有得我一個人，睇到有啲唔好意思，所以有啲特別開心。兩架巴士一路向前，有時佢哋行快啲會唔見一陣，但去到燈位又貼返喺正前面，好似我架巴士同佢哋嘅巴士喺彌敦道上邊。卸下停下的前面，晚上6、7點，我先會開始 wait， 再走上一架巴士，坐上層的最前。去土瓜灣出發，搭路豪斯去朗豪坊睇戲，呢段路我已經行到好熟。燒賣、雪糕，後面嘅人好普遍。smoke 咗之後，我吸晒所有的你。搭到下，我突然間記翻起喺我幾歲嘅時候，香港曾經有過1、2單交通意外，坐巴士上層最前嘅乘客被撞死。自此之後，呢個位就俾啲大人講到好危險。30年嚟，我好似失去咗理性，每次上到上層都會自動坐後邊，直到 smoke 咗之後，先揀最好嘅風景放在面前。